Just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世界各国藏人悼念加勒敦珠逝世；达赖喇嘛尊者在扎西伦布寺出席长寿法会；司政边巴次仁对印度南部藏人社区展开第2度访问；西藏前政治犯郎吉在2025年日内瓦峰会上作证。藏汉联盟大会呼吁澳洲政府向中共施压，改善其人权状况。澳洲藏人青年领导力和宣传技能培训会议在蓝山召开。驻欧洲华人联络官桑杰加在伦敦会见各界华人。日本藏人纪念西藏独立宣言发布112周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兄长，当代西藏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之一，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加勒顿珠于上周六2月8号在印度西蒙加拉邦嘎伦堡的家中逝世，享年97岁。在闻悉噩耗后，达赖喇嘛尊者于2月9号在印南扎西伦布寺出席祈福法会，悼念他的兄长加勒顿珠。尊者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赞扬加勒顿珠毕生为西藏自由斗争做出的非凡贡献，并祈愿他能迅速投生为藏人，继续利益西藏政教事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安全部长加日卓玛于本周二2月11号上午出席了在印度西蒙加拉邦嘎伦堡举行的加勒顿珠的火葬仪式。此外，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部长和全体公务员也于2月10号下午在达兰萨拉的总部举行祈福法会，悼念前首席部长加勒顿珠辞世，并缅怀他为西藏自由斗争所做的毕生贡献。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区、寺院和文化机构也纷纷举办祈福法会，悼念当代西藏最杰出的政治人物加勒顿珠对西藏自由事业所做的非凡贡献。加勒顿珠于1928年出生于西藏东北部之安多塔泽村，11岁时随家人移居拉萨，16岁时被父亲送到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入读南京政工干校，学习历史学及政治学。期间结识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多位具有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1949年，在中国入侵西藏前夕，他离开南京，并于1952年移居印度嘎伦堡。在流亡中，加勒顿珠一直在致力于倡导西藏独立和自觉。他先后与印度和美国政府建立联系及争取支持。他的协调也促使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过了3项有关西藏的决议。加勒顿珠与印度和美国官员密切合作，促使达赖喇嘛尊者于1959年安全抵达印度。1979年，他在北京会晤邓小平，为后续的藏中和谈奠定了基础。1991年8月至1993年1月，加勒顿珠担任藏人行政中央第9届噶夏的首席部长，并在第10届噶夏期间担任安全部部长，终其一生为恢复西藏的自由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此外，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2月13号上午在印度南部的扎西伦布寺为数万名僧俗信众传授白度母如意论长寿灌顶，并发表慈悲开示。尊者在法会上开示时表示：
罗家的主张级，出人事的。그럼 저희 땅용기 저희 인도산에 아다다 내가 지그진기 야 산에다가 저희야 이 죽들이다 아다 죽이 저러지 아니 저하고 말해 저하고 상황시야 저기 두스체이 아니 바꿔서 방어 저거를 이신하고 알아서 그게 승리하리야 그럼 믹스가 렌즈有时 차대기 요래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还于2月12号上午在扎西伦布寺出席该寺为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法会以传统的祈祷、供养和诵经为尊者的长寿祈祷。主持法会的金刚上师西迦仁波切和僧众们向尊者敬献了象征佛陀身与意的曼扎三宝及其他贡品。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开示时，感谢扎西伦布寺为他举办长寿法会，并着重谈到了扎西伦布寺与历代达赖喇嘛之间深厚的联系。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2月11号下午抵达印度卡纳塔科邦首府班加罗尔，开始展开对该邦境内的贝勒库北和烘梭等藏人社区的第2次访问。在抵达贝勒库北藏人社区时，司政受到了当地藏人官员、寺院代表和藏人民众的隆重迎接。本周3，司政应邀参加了扎西伦布寺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随后，他参拜了寺拉杰寺和寺拉妹寺。司政向2座寺院的僧众发表讲话时，强调了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即慈悲年的重要性。他呼吁与会僧众共同赞扬达赖喇嘛尊者一生致力于和平、非暴力，以及透过体现团结和慈悲来维护西藏自由运动方面的努力。与此同时，西藏前政治犯郎吉于上周日2月9号抵达日内瓦，参加2025年日内瓦峰会，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8届会议召开前夕为西藏游说。由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西藏前政治犯郎吉、外交与新闻部人权处负责人朱丹吉、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官平措多杰组成的代表团，先后会晤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特别报告员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6个国家的代表，并计划举行更多拜访活动，以及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在西藏的压迫，并影响联合国未来的政策。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主办的汉藏联盟大会于2月8号上午在坎佩拉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主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共政权受害者联盟、中国民主联盟、民主中国联合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汉藏友好协会以及汉藏非政府交流理事会联合协办。50多名来自西藏、维吾尔、法轮功学员以及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民运人士，在会议上重点讨论西藏的中间道路和促进中国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等议题，并讨论了当前中国统治下各地区的人权状况，以及分享了推进共同目标的经验和策略，达成共识和互相理解。为期2天的会议通过了7项决议，其中包括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及其官员在双边和多边会谈中向中国施压，敦促中国尊重人权和宗教自由，并释放所有良心犯。与会者共同承诺将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一场盛大的90大寿庆祝活动。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于本周3 2月12号
在西南威尔士州悉尼蓝山的慈悲进修中心，举办了题为“藏人青年领导力与宣传技能”的培训会议。来自澳洲6个地区的30多名藏人青年，以及多名演讲嘉宾和培训师参加了活动。本次会议旨在培养澳洲藏人青年的领导力和制定宣传策略方面的技能，以及提供一个与藏人行政中央、该国支持西藏团体和当地政策制定者等主要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的平台。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丹增列谢发表演讲时，敦促年轻藏人保持积极性，为西藏自由事业做出贡献。首席嘉宾蓝山市议会议员奥普多普则强调了藏人和澳洲原住民的共同经历，呼吁年轻藏人积极参与西藏的自由运动及当地的社区活动，加强各方的支持网络。在开幕仪式结束后，与会者参加了与主题相关的培训课程和小组讨论。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桑杰加于上周三2月5号抵达英国伦敦，开始展开与当地华人、香港及东突厥斯丹人权团体的一系列交流活动。在抵达伦敦的第2天，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次仁央吉主持了一场有关中国民主与宗教自由的交流会。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桑杰加、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顾问黄华等10名党员，以及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旅英作家马建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聚焦于中国的民主及宗教自由，与会人员都根据自身的经历与想法，分享了各自的观点，并探讨了未来合作的途径等议题。桑杰加还于2月7号在英国伦敦和牛津会见当地华人、香港及维吾尔团体的代表及进行交流，并与4000多名各界人士一道参加了抗议中共在伦敦市中心兴建全球最大的超级大使馆的活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流亡日本的藏人和支持人士于本周二2月11号在东京新宿区的历史博物馆举办活动，纪念第13世达赖喇嘛撰写的《西藏独立宣言》发布112周年。本次活动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日本分部与日本藏人协会共同组织，旨在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这一历史性日子的重要性，并驳斥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宣称所谓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荒谬说法。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阿若亚博士在活动上致辞时，讲述了西藏自古以来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依据，以及中共是如何歪曲历史来宣称其对西藏的主权。他向与会者指出，元朝和清朝都是征服中国的外来王朝，中共声称从这2个王朝继承了西藏的主权是毫无根据的谬论。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